因基本爱做嘛，甲你甜的嘛，甜的西神汤。哈？你冇试过吗？冇啊，全部做咸的啊，做肉汤啊。一啲啲嘅粉公神嘛，就要200 Q 哦。哦，好奢侈哦。迫不及待显色糖，就甜糖啊。幸福嘅四神汤有吃到吗？有呢。欢迎收看平安来注意传，我是阿丽。今本要连线的呢一位朋友呢，佢是一位演员，也是节目主持人。之前主持做客他乡的时间，很有冒险王嘅风格哦。初半夜佢寄一包东西本来，我打开来看，发现有当多嘅中药材，到底做乜嘅咧？一下我就来捞佢连线。嘿 ，hello。嗨嗨，哎，雅丽姐 ，Hello。嘿嘿，好吃的泰国话怎么说？อร่อยมาก 阿软妈妈。然后发音很好哎。那我教你客家话好了。 OK，肥爽嘅好吃。不行，不谁啊？杨树。哦哦。你很厉害。其实我不是不愿意，你知道吗？我只是怕我万一剁不好，那就丢脸。我帮你。佢做乜嘅？我哋用药嘅啦，故說我啲電話帶點嘴煙，哦，我呼吸有上驗到暗床嗎？誒。因為吼防疫期間帶點嘴煙呢，唔是刮胡子啊。誒，冇想到呢，唔會主持，然後會演戲，然後我係會中藥嘅呀。因為我爸爸開始開漢藥房，故說我就從細啲鴉片，係啊，之後我沒有去學個中藥嘅學分，故說佢之前啊，除咗撲去去主持嘅時間之外，我都啲鴉片。哦，原來係漢藥房嘅天二胎啦。你有收到我嘅包裹嗎？有啊，你看，你點解買嘅麼？就按到中藥材，就看唔出呀，本來做乜嘅東西，我就看得出呀，呀白果啦，蓮子，讓我當好食。蓮子。薏仁。薏仁嘿，又係芡實係嘛？嘿，芡實芡實。唔過一兩種嗬，嗯，一兩種看起來就全部係白色嘅，一樣係粉啊。茯苓呢，通常就會它太偏呢，它就茯苓。哦，一就係茯苓。誒，煮起來水起來有啲硬硬嘅，它就會山藥。哦。誒，古時你看得到嗎？嗯，你基本上做乜嘅啲咧嘛？四神。嘿呐，其實要西神地度粉光啦，拍過黑膜誒，該特別為你加料，因為最近嘛，大家就是疫情，大家顧好自己的抵抗力，所以粉光參可以提升我們的免疫力，對腸胃啊，對呼吸道都很好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哦，別人4神，我7神呢。六神呐，六神呐。不是啊，6神就會變6神5主啦，有沒有？哦，7神好，7神好，有沒有？我有點問題。請問一下，愛煮西神湯，做乜還有冰湯？哦，超靠，咁你就唔知咧哈，人中國人全部會是甜的西神湯。姑嫂今日煮甜湯哦？冇唔錯，你冇試過嗎？冇啊，我食的大部分就係全部煮鹹的啊，煮肉湯啊。大笪地方煮嘅米湯就冇嘛共用哈，不過基本上咩做得來試看一下甜的西神湯。我基本嘅準備嘅係排骨。因為水有煮嘛，咁就攞排骨先冰落去咯。先攞佢汆燙呀哈。誒，好咧，排骨冰落去就做啲西藥材嚟係嘛？嚟啊，好喲，厲害喲！誒，平常當場同佢會煮菜用多嘅。下依咧，好呀，按樣我一下就攞所有嘅其他嘅中藥材就冰落湯下，然後洗下。誒，你種呀漢藥材咩檢驗得特別嚴格啊？因為大部分嘅藥材全部係啲中國落來嘅嘛。故說到台灣嘅時間，該台灣政府沒有東洋嘅檢驗方式，故說大家就真係動安心啊。誒，我呀先攞一排骨夾起來咯，煮好咧變色咧。誒，嗌咩香？唔講正經講起來，我買嘅西神湯啊，其實大部分就看唔到西神嘅料。
一般人太极家就会吃到西城汤是有伊米听听，因为伊米轻便宜嘛，哎呀，嘿，故说基本吃到迄正正经经的这个四神汤啊。那排骨冰都给压力锅底度诶，也没冰落去呢，西城没冰好嘞。粉光生要冰进去嘿冇？做的，也做的冰嘞。你看到个一滴咧个粉光神嘛，就要200克哦。哦，200个元哦，竟然老记100个元先拿起来哦。哦，好奢侈哦。好吧，干勇就来奢侈一次吧。嘿呐，枸杞个西神汤，全部冰落去呢，好嘞呢。本桶应该蛮会冰吧？是，其实将 N 副开煮法就会讲全部煮好嘞，你好吃甜的人就做冰糖，佮好吃咸的人没做的冰洋，两种就做的吃得到。也来加水哈。甚至有的时候我们都只有什么都没加，然后直接吃，其实也可以吃到那个汤的那种甜味。干用呀，嗰嘢鉗起来啊！跟按用香油放平，以前的时间有影响吗？其实讲起来吼，没有呢。其实一开始是很好的哦，因为大家提供一个新冠肺炎按洋葱，提供爱保养自家的身体，故所谓就像粉光参，还有个黄芪，佮就会做嚟提升免疫力嘛，咩东人来买。不过后来到洋葱的时间，变做大家就唔敢出门呢。我不看到就摸你，路后面抹茶哎，系啊，甚至你像有些客人来到我们家，听下间门打开以后，唔敢落来，讲硬唔可以落去，硬唔可以落去，嘿，像好像买德来素有没有？像德来素一样，那个硬就很好安排开，嘿，硬就包好，拿点出去，然后又拿钱转来又找钱不给安呢，系啊。用压力锅吼，真紧当讲咧，那个5分钟啊，压关起来，不过等给压力阀卸完了那个压力之后，按用安利就做在这嘞。好啊，俺吃到底做下做生意，真紧动辛苦，动业的，冇看俺后边还有个天山，系啊，你该不会业吗？俺看你动书上会用诶。含排水用啊，你要一用。好，该俺就等一下，俺先去吹下冷气，是一个凉水，等一下见好吗？好，等下见，等下见。俺人生第一碗甜的西神汤就会日本，太寒当係幾社會，太寒。俺嘅咩好咧？好嘅哦，喂，你嘅糖已經冰落去了嘛？係啊，我冰一片啊，我唔講我就冰到日本天人我冇冰幾包嘅啦，迫不及待，顯色糖，顯色糖，就甜糖啊。唔講你細項肉咧。迄講你細項肉，甜嘅肉，生用。其實冇買違和感啊，係冇？唔會啊，是唔會啊，係啊，是唔會啊，是不是吃起來反而比較順，沒有像鹹梅嗰種被澀按呢？係冇？我再感受一下。唔講看你說的懂後是。一口接着一口都沒有停下來。這有一種認知要重新定位的感覺。因為我媽媽平常會用冰糖，其實我個人的嗜好我是喜歡加砂糖。有嗎？這種小顆粒的砂糖，然後我也沒有把它融化，我就是直接撒在上面，然後一邊吃的時候可以一邊吃到砂糖的顆粒，這個口感又不一樣。有另外一種嘅口味，我知道，然後平常我就對四神湯嘅一樣嘅印象係完全冇共樣嘅。你也甜的時節，
吃四神汤真的很好，因为你像我们夏天嘛，就很会流汗，然后但是其实我们有时候喝大量的水，会造成身体的湿气比较重，然后四神汤就去除湿气，养颜美容，对脾胃都很好，皮肤又会漂亮。养颜美容，都是力量好诶。该滴都会帕狗就有养颜美容的效果。有，我知道。哎呀，吃的哦，现在疫情的时间可以这样子跟你一起，透过视讯这样吃，真的已经很幸福了哈。幸福的四神汤有吃到吗？有烧脑的感觉哦。有呢。有。幸福的四神汤。因为其实啊，你像疫情那段期间啊，我的二姐，她是医护人员，故说加开始根本就唔敢转来。真嘅，我知道年老年的家用的体力啊，变到当奇怪，又当上个老去接圈，然后呢又强，哦，就彼此就有一点怕怕的。不过，咩希望一个疫情夹过去啦。系啊，希望讲哇，唔单唱讲就你台湾解禁，全世界解禁，真嘅这多么期待呀！系啊，好啊，系啊。今日这个当欢喜神梦，咱来介绍一出真嘅当好食嘅甜嘅西神汤。会不会你以后都吃甜的四神汤？我应该2种，我还是都要吃。咁要祝福你身体健康平安哦。咩同样祝福啊！加油加油！好，什么？啊，当神梦太欢，咱来分享一出甜的西神汤，真嘅当特殊又当好食。牛舌糕嘛，加上迄无舌糕啊，天错嘅试看哪里哦。开心我哋會邀請美人來上線，請收聽我哋嘅節目。再飛。早上我爸还在帮我特训。不能丢脸。